1时，记者走进萨迦县萨迦镇团结村时，远远就听到“我们大家扎西德勒，我们踏歌起舞奔小康”的优美歌声。村民们身穿盛装，欢聚在一起，载歌载舞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上午10点，萨迦县2020年扶贫产业项目分红仪式正式拉开序幕。此次分红资金达464.4万元，辐射带动7461名群众脱贫致富。那种子上班的半年了，也你们总等于的密码师兄给接着当都过了，那年来看，帕索拉瓦吉当绿色拉瓦做也是，那这当接着都，还你现干了，把外那的出国光给那的，种子你。没抗击解决了这么个忙碌的嘛，东西全部都是。今天呢，在萨迦县贫困户产业分红了22.5万元。我们下一步把企业做大做强，能够更多的老百姓做一些资金的帮扶。村民的腰包更鼓了，生活更有底气了。拿到沉甸甸分红的村民们纷纷表示，脱贫攻坚的好政策不仅让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关心，更是对今后美好生活充满了信心。노르마제 교론에게 다와 당배 세바 직니스바 레랑에서 쇼트와 된다지나 중소 사랑은 탁반네 튼디 종족이 망조 용기 탑시네 투지세需要요。据了解，近年来，萨迦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，科学规划全县“13+5”产业扶贫项目，投入运营17个项目，真正发挥产业项目带动脱贫致富的效果。2018年至2020年，全县累计分红资金1060.5万余元，共带动健康绿卡人口10704人次。2020年，我们已经成功创建了这个自治区级的产业园区，到2024年，创建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产业园区，实现园区的产值突破这个30个亿，把我们萨迦的这个产业稳步推进。